果现在的国安团队，蔡英文所领导的国安团队变成走私团队，贻笑大方到全世界，全世界看不到民主国家，总统专机可以私带走私品。我们中华民国这个地方，蔡英文口口声声拼外交，结果发现他不是拼外交，表面拼外交，实质拼走私，实质拼私利。我们清楚的看得到，这个国安团队叫做上下交相利，上面的在谋自己的人事权，拼命在人事斗争，想办法攀关系升官；基层的、中基层的想办法去 A 钱，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安团队。所以我具体的要求，第一个，蔡英文应该率领国安团队向全国人民道歉，要正式的举行记者会，向全国人民道歉，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是换国安局长可以平息民怨的。这是第一点，我想强调的。那么第二点，我想强调的是，这个蔡英文所领导的国安团队要全面改组。你可以看到，连国安会的国安会李大为所领导的国安会也沦陷了，也有订购啊，也有订购啊。所以清清楚楚看得到，这个国安团队只是用来斗争一己而已。是立即限缩机场的礼遇条例，给方便当随便，给方便当随便，立即检讨国际机场礼遇作业办法。我认为说这是一个丑闻啊，这是一个集团集体式的走私，因为人民真的带一条香烟，多带一条都有问题，为什么一次能够带9800条？所以说，我认为蔡英文应该给全国人民有一个交代。那机场的通关礼遇条例马上限缩，甚至于应该这个国际机场礼遇作业办法马上就要提出来修正，给全民一个交代。以上。